嚟一張啊！OK，之後你現年25歲嘅呂靜雯，憑借 TVB 節目《後生仔傾下偈》出道，樣貌清純嘅佢機會多多。當中佢喺《星空下的人兒》飾演少女版鐘嘉欣就最為突出，獲得唔少好評。不過近年就突然演出大減，原來佢舊年已經秘密產女。日前呂靜雯帶埋女女同埋閨蜜郭奕心聚會，相入邊見到呂靜雯抱住女女，眼仔碌碌，相當精靈可愛。而泳星人舞嘅呂靜雯就明顯圓潤咗唔少，竟然幸福肥。其實當時加入無線之後嘅呂靜雯已經憑借長腿同埋青春氣息突圍而出，隨後更加出演台慶劇《星空下的人兒》，負責扮演少女時代嘅鐘嘉欣。唔少台前幕後都笑佢哋好似越睇越似，而呂靜雯亦都自認一啲小動作有對方嘅影子，更加表示鐘嘉欣都曾經講過自己好似佢啱啱入行嘅樣，又大讚鐘嘉欣係一個好 nice 嘅人，好開心可以飾演到佢嘅少女版。